全國唯一能在大專校園持續舉辦36年的南台汽機車大展，專業的展覽除了一直創紀錄，更是一座連結教育、產業與社會的橋樑。今年車展的規模再度升級，邀請超過150家知名廠商參與，展出超過500個以上的攤位。其中 TMC 台灣肌肉車聯盟的車主所提供的美式肌肉車傳奇，更是年度特色，吸引車迷熱血沸騰。看到這些車子呢，真的會讓人家也熱血沸騰，真的這是每一個男人的夢想。小朋友喜歡看車子，所以基本上大概這2-3年我們都有過來看。車就是身邊這台 Subaru WRC 配色的，对也蠻開心可以來到這邊參展。非常開心有這個機會來展示自己的肌肉車，對，同時呢跟大家一起參與這一個盛事這樣子。雖然今年車市相對低迷，不過許多車商看準南台車展的人潮錢潮，也祭出許多優惠，甚至有信心提升業績3到5成。希望透過車展，然後可以拉高我們的業績，然後至少都可以拉到5成。ID.5 它的原牌價是209萬，現在以原廠的公布的價格是150幾萬就買得到。車展滿滿的人潮，除了賞車，各攤位的美女模特兒，無論動態、靜態展示，都是搶拍的焦點。除了車展美女創造吸睛效果，6日開幕儀式中具有科技光影效果的表演秀也令人目不轉睛，為開幕剪彩揭開序幕。請動剪，恭祝南台科大汽車展邁入第36年。南台車展，常年受到那麼多廠商的肯定，那關鍵在於本校的機械工程系的師生還有我們先進車輛組的師生來共同的全力的投入。那這個車展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完全是由師生來共同的規劃。我覺得這個對我們學生對這種策展的這個經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讓我們的同學能夠真的我們叫務實致用。正如校方所言，有機械工程系200位師生務實致用的教育精神，也讓這場車展年年傳承，成為車商和車迷不容錯過的年度盛會。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